所以呀，京城人都盯着小王爷。说句大话，如今天下，只有我龙虎山，才能保小王爷无恙。龙虎山跟我们徐家，可没什么交情。建九皇曾经跟贫道说，小王爷天生神力，根骨非凡。那又如何？世子知不知道，贫道为什么至今未收徒啊？那是因为我这一脉祖传心法，对传人要求严苛，必须是根骨精奇，方能传承衣钵。建就皇选我，那是因为我真心收徒啊，世子。确实如此，道统传承对门派来说，重过生死啊。所以你会保护黄满儿？既为师徒，当然如此了。眼下京城和皇室都盯着我弟弟，龙虎山号称什么第一门派，真能挡得住皇权谕旨？这就是建九皇来龙虎做的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此事涉及皇室，乃是绝密，贫道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。啊，我去外边等。你可以留着听。我这样的身份，听黎阳朝的秘密，你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怕死。我真是看不懂你和徐凤年那小子。看不懂什么？小姑娘，世上人潮翻涌，遇到一个人不容易啊。人跟人又没链子锁着，时光一冲就散了。多珍惜眼前，别像我，到这个年岁，就剩下遗憾。没什么好珍惜的，我和他，结果早就注定了。什么结果啊？生和死。就剩我们俩了，说吧。世子觉得，这龙虎山为何能封为天下第一门派呀？投效的早。因为在龙虎藏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也姓赵。那龙虎山天师一门不都姓赵吗？不是天师的赵，是皇室的赵。皇祖。论辈分，他可是如今黎阳朝的老祖宗了。贵族藏匿在龙虎，这天下第一门派还能给谁呀？他为什么藏在龙虎？他在垂钓。什么？具体的你不用理解，你只需知道，此人求的是武道终极，人间至高。可是要想走通这条路，武帝城王仙芝是一道避不开的墙啊。龙虎山有个老家伙，一直想试探一下王仙芝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知道我要去迎战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老黄用自己做交易。正是。建九皇挑战王仙芝，那人借此探王仙芝虚实，条件是龙虎护住小王爷。那皇室能善罢甘休吗？毕竟是皇族先辈开口了。再说，他人留在龙虎，皇室自然放心。再加上，贫道我要传承弟子，必会在暗中守住小王爷。这明里暗里，小王爷都是万无一失啊。世子，建九皇曾经说过，
他来龙虎就是为了誓死闯出第3条路来。我这几天啊，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3年遇到的事情。老黄是没用，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。老黄啊，他跟王先之分出胜负没有？最新消息，他已经来到武帝城外。估计这决战结果很快就会传来。若有消息，贫道第一个告知世子。话都说尽了，贫道现在可以见小王爷一面了吧？多谢天师，不必了。这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。远行龙虎山，黄满儿会想家。你要带他回北凉？我是他哥，我保护他。如果小王爷回去，那北凉未来必会大乱呐！我知道，我来应付。哥，我跟老道士去龙虎山。你不懂别胡说。我懂，我走，能帮到哥。胡扯！我用得着你来帮？就待在家里，天大的事儿有哥在。哥，我愿意去。哎呀！想不到天下真有如此根骨，看来剑九皇没有骗贫道啊！贫道这一脉，终于有了传承了！老道士，我们能走了吗？你得叫我师傅。出个门带这么多人，我也不想啊。门派最新规矩，天师出门，必须是这规模。那你刚刚干嘛关了门才说话？这架子要是不端足喽，他们肯定会禀报掌门。回头啊，得多啰嗦，麻烦得很呢。你们龙虎山规矩这么多？哎，师子放心，贫道的庭院是在龙虎山的脚下，离门派很远。我那儿没什么规矩，绝不会委屈了我的徒儿的。不能打他，不能骂他，不能欺负他。嗨，我好不容易找到徒儿，我就算欺负自己，也不会欺负他呀。哎呀，世子，你就放心吧，贫道那儿是山清水秀，冬暖夏凉啊，小王爷一定会喜欢的。山里还有珍禽异兽，他想抓就去抓；山上还有桃树和山楂树，他想吃就去摘呀。山楂树？对呀，山楂树多吗？多呀，很多的山楂树。怎么，徒儿你喜欢吃山楂？我哥爱吃。哥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全部采了藏起来，留给你吃。好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就去看你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等等，黄满儿，哥想跟你要样东西，这样以后哥想你的时候就可以看着他。好，哥，以后你要是想我了，就大声喊我，我一定能听见。哎呀，好了，世子，来，徒儿，咱们走。哎，等等，世子啊，有2句话，能不能麻烦你转告给王重楼啊？你说。哦，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如此绝技，岂能蒙尘啊？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，就这2句，烦请世子能够转告啊。这是要凭武力镇压武道。哎，门派之间嘛，都是这样。好了，徒儿，咱们走。
黄曼儿，你要是不想走了，就跟哥说一声，哥把你留下。你知道怎么才能把他接回来吧？我知道，我接手北凉，就能接他回家。之前可一直说不想接手，把矛头都指向我，黄曼儿那边就轻松了。咦？这是出什么大事儿了？他看你干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跟我有关？说呀！剑九皇死了。给我。剑九皇，他去了武帝城后，先找了一个酒馆，要了2两黄酒、半斤酱肉、1碟花生米，炸的。他不喜欢粗泡，不喜欢水煮，就喜欢吃沾盐的油炸花生。王献之闻声而至，剑九皇舞剑进出，8剑士轮番对敌，王献之始终是单手应对，一步未退。68招后，剑九皇用出剑九，有一武林人亲眼见到这一剑，称此剑如银河倒挂，倾泻千里，已非人间剑术。王献之终于动用双手，剑九挥去了王献之的袖袍，2人势均力敌，再战49招后，剑九皇力竭身亡。老黄没输，他就是老了。王献之亲口承认，若不是剑九皇力竭，这一战自己略处下风。剑九皇气绝之前，王献之问了这一招剑九的名字。 6000里，
这一剑是我取的名字。剑酒6000里。王献之感叹：此剑一出，天下再没有更高的剑招了。他的剑匣去哪儿了？留在了武帝城头。终了时，剑九皇经脉俱断，盘坐城头，望着北方，死而不倒。还有人听见他直到死前，一直在哼一首古怪的歌谣。北方，他这是看着北凉呢。能把王献之逼成这样，天底下没有几个了。剑九皇已经是传奇了。这封信能不能留给我？好吧，多谢。世子节哀吧，剑九皇也算是求人得人。贫道告辞了。剑九皇战死了。听说记下了对战细节。逼王献之出了双手。好个剑九6000里，可惜不能轻剑啊！少爷啊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你也跟我。这道跟少爷游历这3年，把3年的点点滴滴融在了一边，这才有了剑九。那就叫6000里。能够被少爷需要，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。第一件事，少爷考虑过。好。
烛火不够，再亮点儿，我看不清楚。看够了吗？老黄死了，明白了吗？不对，什么不对？这信上写的不对。哪儿写的不对？我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，这上面只写了剑九黄的名字，为什么不写老黄？他们只知道剑九黄是无双剑客，谁又会去想哪夫老黄？赵集团说，剑九黄把王仙芝逼成那样，已经是传奇了。的确是传奇。他剑九黄成了传奇，可是我的老黄没了。我宁愿他不当上传奇，我宁愿他输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跑回北凉。那个时候，我肯定大笑一场，然后再去让他偷地瓜来烤。老黄没了。是啊，老黄没了。回家吧。你弟弟去了龙虎山，你也没必要再待在武当山了。老黄，我要学武。想学武？你这个身份学什么武啊？想杀谁一句话，北凉铁骑就替你杀干净。我想自己动手，去武帝城战王仙芝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老黄死在武帝城，我要把他剑匣拿回来。还拿回来？王仙芝是什么人物？有他在，天下便无敌意。你一招一式都没学过，现在跟我说要挑战王仙芝。是。你呀，找张床，躺在上面一闭眼，做梦去吧。我现在是不如他，但我可以练。你以为你是天纵奇才，要追上王仙芝练多久？50年？多少年都可以，剑匣不能一直放在上头。请前辈赐教。你
来真的。行，想练什么？我只有刀。那就练刀。把刀提起来，手臂伸直，站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之内，石头要是掉了，就别找我了。没事吧你？离我远点。半个时辰到了，石子没掉。佩服。接下来练4个动作：直刺、斜撩、竖劈、回溜。各4000下。你要明白，王仙芝是天下习武之人的心魔，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哪怕是当年一剑威临天下的剑神李淳罡，都被他2指斩断名剑木马牛。赵熙团给王重楼传话，说什么？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忘了。登门求教，这是下战书啊！龙虎山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咱也没招惹龙虎山呀。龙虎山如日中天，又有朝廷做靠山，我既然练成了大黄庭，他们自然想打败我，好踩着武当的名头往上爬。咱打赢他不就行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！真打赢了，武当岂不成了龙虎山头号大敌？真到那时候，只怕武当真的要毁在我王重楼手里了。不能赢又不能输，这也太难了。曲凤年在做什么？还在练刀。我练的还行吗？乱七八糟。明天4个动作各加1000下。看来我还有点天赋啊。谁跟你说的？您答应老黄，只保我2个月，时限一到可就走了。现在2个月已经过了。我要是真朽木不可雕的话，您还能留在这儿教我？你们姓徐的，一个个都阴险狡猾。那您觉得我天赋有多好？我承认，你是天生练刀的材料，
但刀法能练，内里真气怎么办？一起练。练是能练，可是太晚了。内里真气都是辛苦功夫，只能靠日积月累。你这个年纪才开始练，很难追上别人。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？没有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这辈子也不可能与王仙芝为敌。想去武帝城，除非动用北凉铁骑。明天4个动作，我各加2000下吧。没有意义，没有内力做基础，2流高手就是你的极限。我努力试试。内力，真气。我是想试试能不能练出真气。你这样是斩不断的。你能斩断？我也斩不断，但或许能不伤手。来一刀试试。你会武功？不会。那你这是什么门路？其实这是拳法路数。你不是不会武功吗？哪儿学的拳法？我自己想的。你自己想拳法？我在玄月宫里看道经，做麻了活动身子，想出的拳法，走的是8卦道4象3才归2仪的回眼路数，只是离太极和无极还差得远。我这是瞎来的，打架不行，但或许砍瀑布可以不伤手，狮子响屋也可以试试。拳法的路数也能用在刀上？抱一方为天下事，拳刀有何不同？所以完全可以从剑谱里学刀法。什么剑谱？武当的基本剑谱。试子看看会有什么启发。有没有真气速成大法？没有。愁死了，洗完再睡。你是觉得你这么做，老黄就能活过来吗？3年游历，老黄一直劝我学武，我总当耳旁风。我老觉得凭自己的智慧解决问题，才是真本事。但我现在才明白，我那些所谓的智慧，什么用都没有。被逼到了绝路上，是老黄替我闯出了一线生机。
现在学武，第一是我想取回老黄的剑匣，再一个，我不希望将来再遇到这样的局面，又是别人为我牺牲，而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到。如果老黄看到我能保护我自己，他大概会笑吧。别把自己练死就好。江妮啊，你答应我个事儿呗。干嘛？将来我要是遇上麻烦，你千万别管我，转头就跑，行吗？吵死了，睡觉。如果你快死了，我会先用神符捅你2刀，起码让你死在我手上。那你可扎准了，死不成又赔钱。这是在化缘，所以本质上还是复归于无极的道理。世子，你看2遍就明白了。技巧方面接近于借力卸力。确实如此。你让我再想想。这段路的尽头，就挥一挥手，用这份遗憾欢笑对匆匆。恩怨翻腾不休，听有苍生笑我痴梦，逍遥不够，山河漫漫游。残花待雪中，心事如风，铁马轻骑歌颂，肝胆万山重。举风霜雨酒，斩断了俗世年头，一夜东去，青丝到白首。唱歌踏雪中，心事无空，消散爱恨与风，无欲也无求。天涯的渡口，一人陪马儿轻收，
烟雨红楼。今天居然没晕倒。这黄瓜熟了吗？不许动！没熟啊？这是我的菜园。你种菜又不让人吃，你种菜干什么？我愿意。我就不信，你还能12月时辰守在这儿。逗你呢，我北凉世子怎么可能偷你的菜？你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时间还早，我再去练会儿刀。地瓜？不知道怎么的，菜地里混进了这东西，我才不要。你拿走吧。走，别烦我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法子挺适合练手法力的。倒是有趣。世子，江妮姑娘每天把那个菜园当禁地一样守着，你这地瓜不是偷出来的吧？我担心她回头会砍死你。武当山上谁敢动那丫头的菜园啊？那江妮姑娘为什么那么喜欢菜园子？大概是因为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她的吧。徐凤年呢？问你话呢？徐凤年两兄弟人在哪儿？这下人难道听不懂官话？你别踩我的菜！大胆！等等，你为什么推我？你踩坏了我的菜，你为了这些菜推我？这是我的，不识抬举，让老奴来教训他。打个丫鬟也不算本事，我给你个机会，现在认错。是你先踩进来的，把这菜园给我毁了。是，快！是。回头老奴给您洗干净。不要了，回头烧了。是。唉，你这地瓜烤的，比老黄差远了。世子，
你练武是为了上武帝城？连你也觉得不可能啊？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我才刚刚开始练，而王先之早就天下无双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我还从来没有开始练过武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我是天下第一。你，天下第一？对，我肯定是天下第一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练武啊？没打算练。然后你要当天下第一。我答应过掌门师兄，不成天下第一，誓不下山。我总是要下山的。你就从来没想过，这事儿不可能？我相信自己，所以世子你也要相信自己，你一定能登入武帝城，取回剑匣。哼，听上去好像是两个疯子在聊天。连自己都不相信，还有什么能相信？徐凤年，你一定能登入武帝城。好，洪喜相，我等你天下第一。都办好了。认错。要哭？眼泪可没用。放肆！别过来！眼泪没用这种事儿，我早就知道。跪下！你还想还手？您何等身份，无需亲自动手，别落了脸面。张嘴，打到认错为止。是，上。是徐凤年。这位想必就是北凉世子了。果然是粗鄙之徒，不识礼数。疼啊？不疼。受欺负了？他踩我菜，我就推他；他回我院子，我就扔他一身泥。除了这一巴掌，我都还了，我才没输他。堂堂北凉王世子，连个丫鬟都教不好，真是让人失望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认错。你说什么？我背后这丫头本世子欺负得，你们欺负不得。怎么，世子也不问问我等来历就想动手吗？打狗还问名字吗？哼，世子倒是尖牙利齿，怕是你没这本事。给我上，别打死就好。
这就收到了。他不是不会武功吗？应该是刚入门，看他那力道技巧，倒也上乘。只可惜啊，终究还是少了一点真气。就会这一刀吧。这老白脸是你相好啊？哼！杀了他！找死！刀握紧点儿。阁下何人也？要打就打，你管我是谁？徐凤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当年隋国在泰山挖了2颗夜明珠，这事儿我还是听说过的。隋珠公主的名号不就这么来的吗？既然猜中了我的身份，那还不跪下？应该是你跪我吧。3年之前咱俩有过婚约，虽然我外出游历3年，这婚事没成，但你也得算我半个娘子啊。徐凤年，我这人好说话，你不用跪我，给他道个歉就行。你让本公主给一个丫鬟低头认错，凭什么？前辈，打得赢吗？当然。就凭我这边能打呀！对黎阳公主出手，孙雕四在，拿下他们！掌门，人到半山了，咱们就这么不闻不问吗？一个是黎阳公主，一个是北凉世子，帮谁都是祸事。龙虎山送了战帖之后，已经有不少弟子相继离去。掌门，若是投效皇室，龙虎山就不敢咄咄逼人了。不就是上山比武吗？掌门的大黄庭未必就输给龙虎天师。输赢都一样。什么意思？龙虎山只是个幌子，想重新整顿天下门派的是皇座上的一位。京城能支持龙虎山，也就能容下我们武当。这几年龙虎山吞并了不少门派，个个都拆去山门，迁往京城。真要这么做，武当就毁了。哎，起码有条活路啊！哎，你说呢？我不能去京城。为什么？我发过誓啊，我成不了天下第一，誓不下山。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！哎，有道理。掌门，掌门，掌门，掌门！哎，这会儿可以认错了吧？你到底要怎样？听不懂人话，叫你认错。不用认错，我只要我的菜园儿。什么？还我菜园儿！你好大的胆子！那就不认错，赔菜园。这破烂菜园能值几个钱啊？我说它值1000两黄金。好，1000两就1000两，回头给你送过来。回头？想赖账啊？现在没钱。手上拿的那是什么？武当山的人都死绝了吗？
你是武当的？武当掌门王重楼见过殿下。我现在命令你们武当即刻出手，将这3人拿下。说来惭愧，本教只求心性，不善武功。武当山连皇室之命都敢违抗，实在是武功低微，让公主失望了。你这是要让自家山门万劫不复了。哎，我刚刚听到，殿下跟世子说起了黄金，倒不如由贫道先替公主垫上吧。那可得让公主先写个借据，按个手印儿。很好。武当这是要当徐凤年的狗了？你这么说话，怎么跟人借钱？给你。一颗算你500两吧。都给你。前辈，请收到。老奴无能，给殿下丢脸了。与你无关。行了吧？你得问他。我只要菜园，你把它变成刚才的模样。那个，这丫头不识货，你那俩珠子，不要的话给我。你要，我偏不给。不会过日子，这败家娘们儿。徐凤年，王重楼，你们记住今天，把车复原。快去！停一下！又怎么了？我想了想，你的人太脏了，还是别动我的菜园了。你是故意羞辱我？你给了我一巴掌，我羞辱你，勉勉强强算还清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公主请自便。寻龙巷呢？殿下是来找我弟弟的，嫁我不成就要当我弟妹？你别欺人太甚了！我弟弟已经被人带去龙虎山了，不信你问掌门。贫道可以作证。下车。是殿下。走。掌门，这可太不给公主面子了。世子可有闲暇聊上几句？等我一会儿。贫道在世子练刀的瀑布处等您。马上就来。咱马上回北凉，防止公主的手下找您麻烦。我还怕他不成？解气了？我没惹他，是他先踩我菜的。我知道。他是找你来的。是我连累你。要不我给你复原？
我就这命，我什么都不该有，就算拥有点什么，最后也都会这下场。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命？我父王没了，母后没了，家没了，国没了，所以不用复原了。我生来就欠这世间的，都会了才好。公主殿下，都是老奴无能，让殿下受辱了。派人查查，徐龙相是不是真的去了龙虎山？是，殿下。你觉得徐凤年怎么样？回殿下，此人胆大包天。胆子大不大不重要，关键是人够不够聪明。此人倒是言辞犀利，应该不是愚蠢之徒。我觉得正好相反，此人莽撞无知，是真正的蠢材。殿下，为何对其评价如此低下？京城和北凉的关系微妙得很，表面上君臣齐心，暗地里毛。他徐凤年若是真的聪明，便不该说穿我的公主身份。万一闹得不可开交，北凉和京城都无法收场。哦，殿下方才是故意惹怒徐凤年。这次来武当，一呢是为了徐龙相，二呢也是想亲眼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你还真以为我急着赶过来就是为了和他吵架？那徐凤年历年行事，宫中应该都有记载。那种东西没用。徐骁总要死的。徐凤年本性如何，对皇室威胁多大，总要亲眼瞧了才知道。原本准备了不少手段，没想到一个丫鬟就让他乱了方寸。北凉交到这样的人手里，也算是徐家气数将尽了。当如殿下所言。我觉得你命还可以，虽然是历尽苦难，但终究最后做了我的丫鬟，也算是否极泰来了。你这算是刺杀未遂了吧？是不是得赔钱啊？我扎地。那你不是脑子有病吗？匕首扎地了。是啊，就你最聪明。你刚刚故意挑衅嘛，就为了让那公主觉得你冲动易怒，是个白痴。有那么一点点是故意为之，主要还是因为我脾气不好。那你就是真白痴。你呢？明知道对方人多势众，你还针锋相对，那不是自找苦吃吗？这世间如铁石利刃，我偏就不服软。你这样，那随珠公主恨死你了。
比起我，更恨你才对。管他做甚，吃瓜吃瓜。你别扔啊，这瓜种的不错。那还有几根。2个我都恨。殿下不是故意试探的吗？那也要生气。徐凤年和那个丫鬟对我如此羞辱，我怎能咽得下这口气？可他终究是北凉世子，怕是不好动手啊。不仅仅是徐凤年，还有王重楼。